关心上新的政治消息，国民党总统参选人韩国瑜最近民调输面较大，昨来到台东倾听之旅，伊口说竞选的对手，讲得民调得痔疮，伊若得民心，就会当得天下。韩国瑜讲话到底偌问题敢听有？另外，民进党党主席杜英泰昨暗日咧倚天3连播造势晚会，搁一摆经体偌问题下再来到议会有上新的讲法。那这本来就要互惠关系要和谐啊，这不啊，这 routine 啊，这也是常规啊，每年都是这个时候要，就他们要开始审法规、审预算，那我们就市政府要表达一个什么慰问，要去送橘子啊什么，这个好像每年都这样。那你好像现在跟议员的关系没有像过去那么的好，因为你之前就是私底下不是都会跟他们比较有互动，现在感觉上他们跟你好像互动都不太多。你怎么知道？从过去到现在来看，这最近是比较忙，不过还是有他们有如果要，我叫他们说什么互惠联络人有需要就到市府那边嘛，哈，他有哪些问题，我们把相关局长找来，30分钟大家快速解决掉，还是有的，他们只要有需要，我们都会马上办那个小型的座谈会，把问题解决掉。像昨天那个卓荣泰在三重造势的时候，他说李明慧会参选，都是你煽动，你哄他去选。而且阿婆袂生嘛，牵拖隔壁嘛，这家伙袂生牵拖隔壁，厝边啊，这个我感觉把这是选举语言啊，不用他听一听就好。你没有想要反驳吗？因为他说是你煽动。什么？我一直煽动人家什么？那我们是看他这个人家他有意愿，我们其实很多人都有来，其实有很多人都来报名说是要用民众党去参选，我们也不是来者不拒啊，我们都有 check 说，这个有没有符合条件？但是个人条件不错嘛，年轻女性，台风稳健，我们都有都一样嘛，有 interview， 有面试，有什么，然后大家一个叫我每次说要相信众人的智慧超越个人的智慧，所以都有那种叫中央委员会的大家投票同意 OK 才会通过嘛，所以我感觉就是典型的袂死牵拖隔壁还是。像昨天那个有议员啊，昨天议员有那个爆料说，蔡壁如是不是原本要接那个，就辞掉顾问之后要接那个？他本来是他因为我们那个捷运公司，你知道有那个叫虎派的董事的，那本来蔡壁如还在市府内嘛，后来既然他出去了，要出去当立法委员呢，就取消掉就没有，所以我们就把他的名额拿掉另派，所以那是旧的消息了。看韩国瑜说得民调者会得痔疮，然后他说得民心得天下，得民调者得痔疮。你懂他的逻辑吗？你这什么意思？他说民调看久了，然后就会得痔。民调看久会得痔疮，在医学上这是没有道理的。你自己也是得过痔疮，但是我绝对不是因为看民调得来的。所以你有20年前有啊。那你有建议就是得痔疮的要怎么来处理这个？以这个经验谈。通常塞一阵子，大部分都会好啊，这样。有人说吃绿豆粉很有效，我跟你讲。这样你会觉得他这样子讲，是因为他自己的民调现在就是拉不起来，所以他才会这样讲，因为他一直在强调就是要得民心才会得天下。对啊，得民心者得天下，这我们都晓得嘛。但是得民调者得痔疮，这我实在是不懂那逻辑是什么。他党内初选的时候，他的民调是大概朱立伦跟郭台铭加起来，那他这样他的痔疮比较特别。好了，换下一题。那个像那个刚好那个宋楚瑜昨天接受《镜周刊》专访，刚好讲到韩国瑜，他说他觉得韩国瑜现象是台湾政治的悲哀，你怎么看他的说法？也不要太难过了，这个常常是一个每一个时期嘛，就是让过去就好了。像蔡宜芳啊，现在又爆出争议说他在节目上影射吴怡农用肥皂贿选。那这个我不晓得。你觉得他讲话，因为他就直接说叫检调单位去查，你们敢查吗？然后还说呢，他1块15元的肥皂，有人敢用吗？至少你敢用15块？你觉得15块的肥皂？现在肥皂1块多少钱我不晓得。就很多网友就打脸他说，其实他们都用的15块肥皂就可能很好用了这样。差不多啊，我以前都是1块肥皂，从洗头、洗身体，最后顺便洗衣服。那你觉得蔡宜芳的言论会不会有点引发争议？
我想影射别人。我这样的讲100句话，没有办法每一句都对的。这个我还是我妈妈每次说吃饭都咬到舌头，所以就当做她咬到舌头就好了。